吃便当盒，你看用那个黄毯，然后上面放衣物来取代砖教脚。以前的真人趴在地上让神教过去。今年的黄新冠肺炎的感染，用那个衣物替代砖教脚，先铺黄毯黄纸，然后再放衣物上去，先放黄布毯，然后放上衣物，然后再神教再再过去，神教再通过这样，贤弟保佑，变质，要贴纸来辨识，要打过3剂疫苗才能参加绕境活动。你看都要戴口罩，现在上帝庙活动。